虽然这件事情不一定有违法，因为他有提到说，如果法院判他有罪的时候，他就会愿意道歉。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道德的层面，或是在这个口德的方面，真的是需要一些全民的共同提升的这个意识啊，不是说有没有犯罪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强调的是说，我觉得不论我的身份为何，我永远都是小灯泡妈妈。我觉得其实我们从参选开始就一直提说，我们不是因为要大家的同情来投下这一票，而是我们希望大家认同我们从政的理念。所以我想，即便我是不分区的立委，但我觉得我在参选的过程中，其实在论述我们的政见的方面，我们其实非常认真也非常用力的。主要就是希望说，并不是因为你们同情、因为可怜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投下这一票的支持，而是因为你们真正认同我想做的事情来投下这一票来支持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说因为可怜或是因为这些悲剧，所以让我可以当上这个立委。那其实当上立委之后，我们也就一直在朝着我们当初谈的这些政见的方面去落实的这个方向来做努力。那我觉得如果有关心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在推动这些政见和政策，其实都非常的用力和用心。我为什么看说李来希他认为他没有什么错，不需要道歉？这就是我也很希望说，大家对于这个素养的部分可以提升。就是虽然这件事情不一定有违法，因为他有提到说，如果法院判他有罪的时候，他就会愿意道歉。但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道德的层面，或是在这个口德的方面，真的是需要一些全民的共同提升的这个意识啊，不是说有没有犯罪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如何彼此尊重，然后如何能够看待彼此，好好的看待彼此，这件事情是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推动的。对。如果是有建议到说，您的背心是不是可以去掉“小灯泡妈妈”这几个字？其实是已经去掉了。那其实这个部分只有在参选的时候有使用。那我觉得第一个是要强调的是说，我觉得不论我的身份为何，我永远都是小灯泡妈妈。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这也是一个明确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件事情而不敢说自己是小灯泡妈妈。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光明坦荡，我觉得我绝对可以说我自己是小灯泡妈妈。就同样的是，我也还有3个孩子，所以我也会说我是小蝌蚪的妈妈、小海豹、小金鱼的妈妈。这就是一个确实妈妈的这个身份的角色从来没有变过。那至于为什么参选的时候要用，其实在参选的时候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那当初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团队其实有很认真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在参选的前1-2个礼拜，或是甚至长一点，那1个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讨论该不该使用。那一开始我们其实都是用王婉玉的名字。那因为我其实决定参选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晚，大概就是11月，所以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的个性就是如果要做就一定要最好，如果我要参选，我就希望一定可以选上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才考虑说，因为那段时间的在市场上跑的在跟民众接触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很难意识到王婉玉是所谓的小灯泡妈妈，或是根本不认识你是谁。那但是我们倡议的议题其实都跟小灯泡事件发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为了让大家更清楚我们想做的事情呢，我也让大家有机会更了解我，所以我们在参选的后面就才使用这个小灯泡妈的名字。那这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的觉得说，我没有要用小灯泡妈妈的名字来做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从上任之后的每一天，我们从来没有用过小灯泡妈妈的名字在我们的脸书的文章或是对外的发言上。